我无法告诉你我的名字。敬爱的神明啊，我痛恨我自己的名字。如果可以将它们写在纸上，我一定会将它们撕得粉碎。哎，这个不是那个选秀冠军吗？是啊，这也算是一骂成语。你说现在这个选秀节目各种奇葩都有啊。而且我们的礼仪小姐有请。媳妇儿干嘛呢？去！干什么紧紧张张的？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知道吗？现在有好多记者来我们家采访，没有人跟着你吗？对，你现在是大明星了。哎，那你出门上街的时候要不要戴墨镜、戴帽子什么的？我妈跟你想的一样，这不上街买去了吗？你妈不在。媳妇儿，你看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啊？当当当当，戴上试试。怎么样？ Beautiful， 警察看见一定抓你。讨厌！媳妇儿，你说以后要是咱俩一块儿上街的话，是不是也得像贼那样东躲西藏、东看西看的？你又不是明星，你躲什么呀？你是明星啊，我是你情人，明星和情人在一块儿就有绯闻。狗仔队不都靠这活着吗？谁说你是我情人？我认识你是谁呀？哎呦喂，哎呦喂！中了状元想当陈世美不是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秦香莲抓你死都不放手。这字儿写的太难看了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你妈有时候挺逗的。你说你当明星，她练什么字儿啊？谁说是我妈写的呀？不是，这屋里还有谁呀？难道你写的？不能啊，你字儿我认识啊，没这么难看呀。真是你写的？小人眼拙，艺术签名。不懂就别瞎说。哎，明儿我爸生日。哦，那帮我问叔叔生日快乐。如果可以的话。这陌生角色，仰慕着每个角落，双人一般过爱。我回来是想问你，为什么要退出比赛？
望不穿这暧昧的暮色。我本来以为是因为梦说，是因为他吗？不是，那为什么？也许有些事情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它并不属于你。也包括我。谁听过你爱过我，牵连太多的错，感情已太过，却反复想。他们已经幕后定了冠军了。你说这帮人也真是的，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，这还有王法吗？你别着急，我不也生气吗？能有什么用啊？要不我们就听他们的啊，我们跟他们一块儿骗观众啊！妮子，我觉着吧，现在进入10强的选手实力也都差不多，现在拼的不是实力，而是幕后的力量。像我们俩这种刚毕业的学生，吃亏的还不是我俩吗？冰冰，你怎么跟那人说话一模一样？哎，你跟张之恒说了吗？那他肯定会帮你。他是说帮我打听打听。他不是认识赞助商吗？他上哪认识赞助商啊？那他肯定让他父母帮你说说话吧。我跟他说了，这是我的事儿，我不想麻烦别人。再说了，他爸他妈也不同意我跟他的事儿。他爸他妈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啊？你怎么没跟我说呀？这有什么好说的？怎么了，冰冰？我就是怕，这话传出去对你不好。冰冰，谢谢你。快海要查岗了吧？行了行了行了，赶紧走吧。快快，回去注意安全啊！妮子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把门锁好，注意安全。我都住了多少年了，大小姐，快走吧，我不送你了啊！周总啊，我什么时候都方便，看您时间来。那行，那就定明天中午咖啡厅见。行，谢谢周总啊。好，明儿见。